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市某一间公立高中的毕业生传一段影片到网络顶，会当看到几内学生乌爸母，把这个灭火器甲椅啊为楼顶拼落去，把便所的水道头拔掉，等。啊，学校是出来赔回讲，这是旧影片咯，是去年5月所发生的代志。也毋过会甲当事的学生搁找登来了解状况。啊，学生的家长嘛讲要赔偿。 学生啊，徛伫教室的管楼，将灭火器椅啊甲插箱顶学校的公笔，拢拼为楼骹，跟那美垃圾灰。将公课裂破，便所水道头挽掉，将像喷乌漆、写报案字，伫学校食薰，甚至伫塑胶棒都为同学头壳开落。 叫同学坐入去塑胶箱内底，杀去弄条啊，破坏砖墙，搁翕3分外钟的影片。 台北市某一间公立高中的毕业生长秋声讲，毕业啊，送嘛袂当甲我办。影片伫网络随引发着讨论，网友建议学校直接报警，完成跟台北市教育局的一个小案的通报。那我们也有跟相关的学生取得联系，学生在这边呢也有表达他们的歉意跟悔意，家长的表达，他们愿意就是做一些承担跟负责。原来影片内底内容是发生伫去年5月，目前风破坏部分拢已经翻新。 啊，那这代志学生啊，当时处罚了后已经毕业，严格学校也是约谈学生啊，了解状况。因为昨天刚毕业吧，然后他们就全部发那些之前做过的事发在上面，给大家知道，反正也不会被怎样，不好的示范啊。因为刚毕业就把这种事情传出去，然后还穿着校服做这种事。以目前的状况的话，全校都差不多这样啊。 对啊，但是就是有些班级比较好的班级不会啊，对，就是很安分守己这样子，行为是蛮损校风的。毕业典礼红告改做是破坏大会，那损害到学校的名声，恐惊嘛影响到上课气氛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，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